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。吃饭时间，手螺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螺料理。来看到这当中，又搁是毛蟹大出的时间，你敢有食过比面搁较大片的毛蟹？依然有讨海人用土水坎放出来饲大只沙缸，准活率会当提悬到4成，敢若比过去较少一半时间都会大只，互人客食到肥又搁青甜的毛蟹，讲是真好料。秋天若到，爱食蚬仔甲毛蟹，食食客都有口福咯。一只蚬仔的食法有真侪出头，蚬仔糜啉了了后，佫会当掺冬粉，甲贝壳豆豆仔来创，食到青甜佫调味。肉质很扎实，好吃，甜。一喙刷一喙，食到足刷喙。肥壮壮的蚬仔糕，看到安尼喙软水强要衰落来，顾客食到真介意，业者嘛是安尼痛甲笑嗨嗨。哇！到产地来甲看卖，凊彩甲掠一只沙缸，大到通甲人面甲扎起来。这比平常时定定看到像手盘遐大的这个沙缸，足足大出一倍。这个沙缸要饲到这永久是有撇步的。啊，别你有肉啊，肉都这种就配饲油啊，对啊。我旧年是纯用整只落去饲迄个蚬仔尔，蚬仔大好阵就只4成几啊。这个号做小淡菜的细粒土水蚶，会当甲鱼碗啊内底这个过节藻类甲清了了，互水质有够赞。伊本身嘛会当正做饲料，互这个毛蟹虾啊拢真爱甲食，所以因的这个存活率佮加称真悬。啊，若因大的时间嘛缩短一半，简单3个月就会当收成，渔民激头